本文采自台湾风情。这本册由林兴道口述，邱寿同整理。林先生是林本源东河大房的后代，对大清末期、日本时代国民时期的变化相当有了解，经历丰富，算是真轻松的人。台北曾经是海洋。台北地区5000年前犹原是大海。以早圆山的动物园、树林芝山岩、公馆水源地、坎顶植物区、邦桥外圆山等，拢是铺伫海面的小岛。大湖偷偷堆积起来，形成绿地，甲各处的边仔有海洋遗留的痕迹。日本时代，台北各地阁拢会看到边仔，上有名的就是上山的永春边、民生西路的双连边，甲和平东路的龙安边。永春边拄伫母子山骹四寿山环围之间。四寿山就是西山、虎山、象山、霸山，受到末代巡抚刘铭传所喜爱，起草厝度假。因为煤矿煤渣倒入，致使水域变小，战后已经变成绿地。双连边位伫中山北路马街医院的后壁，靠近淡水线双连火车头。伫战后进前，已经全部吞吐变做绿地，起了台湾式的范厝。龙安边日本时代拄伫台北高等学校东墙外，岸边游柳成立，相当有风韵。边仔边全是日本式高级主体，其中有一间花园洋楼，是大名鼎鼎廖有宁博士的主体。伊是婚姻观西礼တင်人，对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，后来佫摕到医学博士学位。因为《支那医学史》这本册的出版，伫日本一举声名。伊的小弟廖文艺228事件时，身在上海，所奉乌子主谋被逼走路，流亡海外多年。民国40年代，龙安边奉屯做绿地，顶面起了师大的学生宿舍。伫欧美国家都市中的边洞，大部分保留起来做公园池使用。德国汉堡、英国伦敦也如此。伦敦海德公园的蛇池，就是利用天然湖建设做公园的好例。毋但增加都市的好景观，也有调节雨水的功效。热天吸烧气，冬天放烧气，调节气温。即卖的台北市，热天若火炉，冬天若酸酷，起厝若像菜籽母，有空地就踩落去。若是伫东西南北中开5个边洞，也是学新加坡大楼1楼拢放空，有气流，对空气品质、温度调节应该有帮助。